是无输你包过拢好势哈。即摆还阁是伫这个叫做啥？喘息线中，无你都喺中间衔接中。来去啦吼，OK。阮是含囡仔住做伙5个人住伫一个较细的厝啊。普通阮2个是拢伫房间咧活动安尼，对啊。毋过遮外口搬过新厝哟，囡仔敢若未搬过新厝。因还阁咧迄个整修因迄个买的厝。OK。恭喜啦，恭喜拢足好势，安尼嘿搬过遐吼，也靠搬。无你头壳你甲想讲吼，去到底拢毋是你的厝啦，所以安尼你就足安心咧。毋知当时这厝要形人啊。会啦，万事感谢啦，住伫地方对。万事感谢啦。随遇而安。对。照圣经讲的，咱伫遮拢是架开的，对。对啦，有一日拢会，拢爱。永远的祖家安尼吼。穿起钱，毋可能爱西装打扮的款。我带向妹。差不多时间差不多。这3分钟啦吼，我先PowerPoint先用出来安尼。安尼，我要先甲其他的人的声音关起来啦吼，剩迄个平主琴叫国外安尼吼。OK。来，咱即马同心来安静咱的心来祈祷咱真正咱先来安静咱的心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你带阮到安静的水边，天翠的走步，伫这真热的天气，你予阮的灵魂来到你的殿院，得到安息甲祝福。愿感谢你。外口有火灾甲瘟疫，阮拢无惊吓，因为你要甲阮治地。阮也伫遮为着这个救火兄弟，甲为着这个疫苗咧研究的所有的团队人员，恳求主你甲因治地。伫患难中，甲因治地，帮助因，保守因，束缚因，因所做的一切，拢有你的祝福来荣耀你的名。愿你的平安甲正人类同伫地。我恁感恩是奉主耶稣名祈。阿门。请安静心来准备礼拜。
我要因你的圣殿跪拜，因为你的主爱甲诚实保罗你的名，因为你和你的话最大，赢过你所有的名。这是咱要来吟诗保罗圣诗305首，圣诗305首，我是为基督，请305首，我是为基督。这是咱要用来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你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得都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那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伊会对遐啦，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全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要来启用，启用文第33篇，也是诗篇130篇。我来启，请兄弟姊妹来用。恁究竟要将治罪比评上帝？用什么形象甲上帝比拼啊？恁也捌看顶面，看治罪创造者的，照小木带遐个万军出来，伊一个一个称因的名，因为伊的大宽容、大气力。连一个也无欠。雅各啊，你啥事讲？以色列啊，你啥事讲？我的头隐目伫耶和华，我的案件无得到上帝料理，你敢袂知嘛？你敢袂听见嘛？永永伫地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伊无业也无善，伊的智慧无通测度，也善的伊互伊气力、能力。两者的伊加添伊的气力，少年人也善，
勇壮的人也会跋倒。独独倚靠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气力。因要亲像鹰鸟体实飞悬，因走也无先，行也无先。就是咱要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以赛亚书第51章第1节到第6节。以赛亚书第51章第1节到第6节。恁才会对立义公义，找耶和华的，就听我。恁就想看，恁对遐拍出来的石盘，对遐掘出来的土坑，就想看恁的祖公亚伯拉罕，甲生恁的撒拉，因为伊孤单一人的时，我惊掉伊，束缚伊，互伊加添济济。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錫安，也安慰伊一切旁远的所在，互伊的伫旷野亲像伊甸，互沙漠亲像耶和华的园。伫因中间要有欢喜、快乐、感谢，甲唱歌的声。我的百姓啊，要注意听我，我的国民啊，要按耳孔听我，因为法律要对我出，我要立我的公义来做列邦的光。我的公义君啊，我的救恩发出，我的手要判断列邦，海事拢要听候我，搁要倚靠我的手。因着举目望天，仰头看地，因为这个天要亲像烟云消散，地要亲像衫渐渐旧，伊会徛起，伫百姓也要亲像安尼死无。只有我的救恩永远伫地，我的公义也无废无。咱很中意以中文译本，当主说：“希望蒙救援、寻求我的帮助的人啊，你们都要听我的话，想一想你们的源头，想一想你们的背景，想一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想一想生育你们的撒拉。当我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并没有儿子，但是我赐福给他，使他有无数的子孙。我要对耶路撒冷施怜悯，要安慰住在那废墟上的人。我要使荒芜的土地像伊甸园，我要使废墟成为上主的花园。那里有喜乐，有欢欣，有赞美，感谢的歌声。我的子民啊，听吧，我的国啊，要留心听。我要把我的法律赐给万国，我的公义要带给他们光明。我要立刻救援他们，得胜的时候到。我要亲自统治万国，遥远的岛等着我，盼望我去救援他们。你们要仰望诸天，观看大海，天要像烟云消散，地要像衣服破烂，地上的居民也要像苍蝇死亡。但是我的拯救永不停止，我的胜利世世长存。以上将万上的祝福咱所甲伊所启示的话，这时要请咱牧师为咱祈祷甲证道。伊今日所带来的信息是石盘顶的教会。咱做伙仰头来祈祷，主必听从阮的天父，阮感谢你。伫过去的年日的中间，
你来保守看顾阮，互阮会通得到你的看顾搁一届组织伫即个所在，阮做伙来去做圣殿，对你来摆列阮的敬拜。阮特别要求你的慈爱、怜悯喜乐伫阮所徛起即个土地阮的故乡，甚至是全世界。阮特别看到最近会炎热的天气，也互加州有20-30位的所在拢有野火伫烧，也有侪侪救火救难的人员伫遐咧牺牲因的时间、因的性命来救遮的灾难。阮也为着阮所面对即个疫情来祈祷，伫过去的时间，对无明，渐渐对科学家的研究开始研究遮的防疫的方式。阮献上感谢，也求主你继续来施恩赐福来看顾，也互阮会当早来脱离即个病情的困扰甲阻挡。阮也为着阮会通伫网络借着网络来组织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学乐你，来献上感谢。透过遮的科技，互阮虽然无法度到伫礼拜堂，也有缘会通来组织三交陪伫主你的内面，用祈祷来三扶持伫你的面前来献上阮对你的学乐甲感谢。祝阮即是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阮伫生活中间所拄着一切，无论是艰苦，无论是欢喜的代志，拢是主你摆咧伫阮面头前的，是你互阮的恩典。阮献上感谢，也求主你的圣神来开启阮的心灵，互阮伫你的教示内底来得到启示，也得到提醒。主你是应允搁一个有实践能力的上帝。阮为着礼拜来献上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今仔日要甲咱三甲来分享的主题是石盘顶的教会啦，吼。石盘顶的教会，这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的经文，但是我今仔日要用以赛亚书甲马太福音的经文来做伙来去思考，吼。伫咱的即个途径的经文内底，其实拢有诗篇、有旧约，有新约，吼。伫遮做伙来思考，伫即个上帝早期就已经透过先知以赛亚的启示，是讲伊的预言，甲伫耶稣的时代，然后到伫咱现代基督徒，要安怎来看上帝所启示咱的即个救恩啦，吼。当然，伫马太福音16章的经文咧讲到即个我要伫即个石头顶悬起做我的教会，这是耶稣甲彼得甲门徒所讲的话。即个内底有上界无有3种无共款的神学的解释的讲法啦，吼。这就是咱伫今仔日另外一个经文，就是马太福音16章内底所读到的，吼。当耶稣记载马太福音记载伫耶稣带伊的门徒到伫即个外邦的所在，就是巴勒神明的祭坛的头前，然后因甲因问讲，逐个人咧讲我是甚物人？然后耶稣去问讲，恁讲我是甚物人？最好若亲像上帝咧咱的问一句话讲，你所捌的我是啥？你所捌的上帝是甚物人？你所知的上帝对你来讲有甚物款的意义？我想这个伫今仔日阁真有力咧咱咧问咧挑战的中间，咱所认捌的上帝是受限制，是受着咱咧讲伫圣神时代，伫新约时代，是讲对犹太人也是一寡
较相信旧约的，你讲遮的有一寡教派吼，因感觉讲旧约的一定爱去100%持守的，遮的人，包括犹太基督徒，现代嘛有即寡教派是安尼想法。我干那一个问题，想要互咱来想，上帝敢真正受限制？伫旧约，还是伫新约，还是伫现代安尼尔嘛？其实上帝是伫历史的中间一直咧做主。早前伊透过祭司，透过先知，透过耶稣基督本身，现在伊也透过圣神，拢咧甲咱同在，拢咧对咱讲话。所以伫即个所在，上帝的声音，耶稣基督的声音，嘛是阁真清楚、真有力在问咱：恁讲我是几岁？那咱有清楚的信仰告白了后，才会通去思考后壁面耶稣彼得咧讲的讲，伊伫告白讲你是基督，应承上帝了后，耶稣甲伊宣告：我要将教会起坐伫即个石盘的顶悬。所以今日我用即个主题，伫石盘顶的教会，到底即个石盘代表甚物款的意思？伫圣经内底其实有足侪无共款的角度来看即个咱讲中文讲磐石啊吼，是足大地、足稳固的吼。对旧约到伫耶稣的教示中间，拢有讲到无共款的概念来了解即个物件吼。我想咱伫看圣经，咱毋通去甲讲哦，你看这个甲迄个无共款吼，所以这个对，这个毋对，毋是。我想咱会当用更较宽的角度来了解圣经咧，甲咱讲即个譬如即个话语是要甲咱启示甚物款的道理。要伫石盘顶来起做教会，当然拄则牧师已经有讲着，有3种无共款的神学的基础。伫上早期的初代教会所组成的 Catholic Church， 牧师较无爱甲翻译做天主教。天主教是尾啊，才会改革中的教会倒转去咧称呼即个Catholic Church 咧讲的天主教，因为因的中文的翻译甲上帝翻译做即个天主啦吼。但是你若用 Catholic， 咱的拄则的信仰个别内底咧讲到的，就是迄个大公的教会吼。即个大公教会因相信啥？因相信彼得就是迄个石头，因为 Petra 即个原文希腊文就是咧讲石头吼，迄个意思。所以因认为教会是要起坐伫彼得的身上。耶稣是讲你就是要起坐教会的人安尼的意思啦吼。但是所以伫即个咱所有的天主教大公教会，就甲彼得封做因第一任的教宗，即个因定定讲Saint Peter 来称伊做即个第一任的教宗。但是伫另外的讲法就是考古学，伊拄开始牧师互咱看到即个图片，下面我会阁互咱看。即个图片就是伫迄个耶稣带门徒去伫外邦即个大力的祭坛顶悬咱讲即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所在迄个玉门山的水泉问出来迄个所在，伊伫遐来甲门徒问的话，然后彼得甲伊信仰告白讲你是基督，永生上帝囝。所以耶稣伫马太福音16章18节就讲，你就是彼得，伫即个石盘顶，我要起做我的教会。但是后壁阁有一句话，淫妇的关爱也袂赢过伊。圣经考古学家认为讲，耶稣所讲的石盘是迄块石头就是因所看到遐有神龛的，就是即个拄则第一张图就有有神龛的，倒手边即个所在呢，是早前未地动进前，水泉问出来的所在，就是玉门山的水。咱前礼拜咧讲迄个受祝福的水泉出来的所在然后
圣经搁较后甲讲吼，耶稣讲教会是要起坐伫即个顶悬啊，吼，起坐伫即个顶悬，可能咱会感觉足奇怪，是安怎教会要起坐伫迄个神坛的顶悬？就是后壁迄句话，阴府的关爱也袂赢过伊。伫别个人的想法，即个水泉出来的所在，也是讲因当作是外邦人的敬拜，因认为遮就是阴间的出口。所以伫圣经科学家的观念的中间，耶稣咧讲，即个教会是要起坐伫遮的宽平的顶悬，所以阴间的即个势力也无法度赢过教会，基督的教会，这是另外一个观念。第三个观念就是咱的解决宗，大概是认为讲，耶稣基督所咧讲的教会这个石盘是彼得的信仰告白。彼得的信仰告白是讲你是基督永生上帝囝，这毋是彼得的认知啦吼，这是即个耶稣就接受咧讲，彼得这毋是你家己讲的，是对天顶的启示你的吼，所以伊解决宗会认为，新学认为讲，耶稣基督咧讲，教会要建立的迄个石盘是即个信仰告白吼。我想即三个拢会当互咱来思考啦吼。彼得真正是伫《使徒行传》第2章的中间。伊伫遐来开始传福音，好胆来传讲国外的主，然后教会就开始建立啊。耶稣互咱的遮的基础起做教会，当然伊的权柄是赢过所有的权柄，阴间的关爱无法度赢过伊，这嘛是事实。教会必须要起做伫迄个信仰告白。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囝，这嘛无毋对。所以这拢会当帮助咱来思考，咱的教会到底是啥物。所以今仔日要互咱来集中来思考马太福音16章，甲以赛亚书51章内底咧讲的即个石盘，也是讲即个石头，咱做伙来思考啦吼。真可惜，伫现代中文译本内底的经文，咱看袂到。即个磐石即个字啦吼，以赛亚书51章的第1节吼，可能咱会想讲，这新约即个现代译本吼，也无写到底有啥物关系啦吼？伫现代译本呢，伊用意义吼，用意思去翻译，所以伊甲迄个原来迄个字的意思，甲伊转调去吼，所以伊无甲即个石盘翻译出来。但是台语和日本呢有翻译出来，咱来看到遮吼，恁遮会对入公义，找耶和华会着听我，恁着想看，恁伫对遐拍出来的石盘，对遐掘出来的土坑，伫遮有即个字石盘吼。但是中文现在中文有不一讲，上主说，希望能救援寻求我帮助的人啊。你们都要听我的话，想一想你们的源头。这个源头是原来咧讲迄个石盘吼所以伫遮已经无这个字啊吼，无这个字啊。这个字出现伫约伯书19章24节，伊讲我要用铁来雕刻，用盐来灌注。这是现代中文译本哦。伫约伯书19章24节。现代中译本伫遮伊就翻译做磐石啊，吼。但是伫拄则经文以赛亚书第51章的第1节，伊就无翻译做磐石，吼。就是讲伊用迄个context 去翻译圣经吼，这是咱伫遮看到无共款的所在。这个字上早是出现伫出埃及记17章的第6节。当以色列人对出埃及了后，去到伫旷野内底无水通好啉的时阵，因到神的旷野，伫遐就开始来埋怨摩西。摩西安尼甲上帝祈祷讲：我掠这个人是要安怎啦？因用要摕石头甲我钉死啊！吼。
啊，上帝就甲伊讲吼，你举你的管啊，放伫迄个石盘顶悬，都有水会流出来，吼，都有水流出来。这是第6节，伫即个所在，咱看伊伫遮都有石盘甲即个水，有石盘，然后有水吼。即个念伊牧师会甲新约的经文来做一个连结啦，吼。所以即个是石盘，咱所知伫圣经所记载第一个有对咱有意义。石盘是咱的出水的所在。啊，要对石盘即个字来去思考，到底有甚物款的无共款侪的角度的意思。啊，我想咱需要来遮了解啦，吼，来伫遮了解。伫遮以赛亚书51章第1节，照现代中英译本，的翻译是叫做来源，这个石盘就是咱的来源啦，是生命的来源，是生命的来源。因为遐咧讲到石盘，咧讲到面对这个受掠的以色列人，因伫遐哀哭，伫遐失去信心，以赛亚先知就用阿伯拉罕来伫遮来甲因解说，恁的来源就是讲恁的祖先阿伯拉罕，伊本来是袂生囝，伊本来是袂生囝，但是上帝依然应允伊，阁有恩典互伊。第二个活水啦，出来记17章的经文，就是即个字石盘即个字第一个出现的时阵，就上帝交代摩西用管仔甲讲了，就出水啊。咱就知影耶稣甲迄个古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话，伊讲安那，啉我所想事的水，你就永远安那袂喙干啦，吼。好，安尼若照安尼来比如，什么人是石盘？应该是耶稣基督，敢毋是安尼？耶稣基督即个石盘所出来的水，互啉的人就永远袂喙干，这就是伫电影内底《耶稣传》内底一幕啦，耶稣即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讨水，石盘伫旧约有足侪无共款的记载，特别是伫诗篇18篇第2节，伊有讲到足侪的形容，你是保护我的岩石堡垒，我的上帝是掩蔽的避难所，是我的盾牌，拯救我的力量，是保护的要塞。这已经讲足侪角度无共款的形容啊，为什么大笔的诗篇会安尼写？咱需要倒转来是大笔伊的成长的背景。咱知影大笔伊的职业是啥物货？伊是一个雇佣的人。伫雇佣的人，伫游牧民族，特别是伫犹太地即个中间，拢是大地。咱前礼拜有讲到，拢是大地。所以因必须爱一直牵线，一直牵线伫迄个旷野的中间。因时常会拄着野兽，这嘛是因为亲像大笔用迄个石头甲歌利亚拍死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伊练甲真省嘛，所以你若拄着野兽的时阵要安怎？若伫暗时的时阵要安怎？通常雇佣的人拢会去秘伫迄较悬的所在，秘伫迄较悬的所在。咱讲迄个石头是讲迄个峭壁顶悬，伊会当伫遐观看，佫会当避免野兽的攻击。所以伫这个经文中间讲啥？你是我的堡垒，你是我的岩石，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什么盾牌？盾牌就是咧保护的，是我拯救我的力量，是保护我的要塞。这物件咱拢会当看到讲，通常因拢起坐伫迄个无共款的山的顶悬，这个石盘是啥？指山，当然是指上帝。我用诗篇121篇讲，我要举网望山，我靠对倒位了，所以伫这个所在，咱就知影。拄则我有用着，譬如讲出来记17章的经文，甲约翰福音耶稣甲
撒玛利亚为人所讲的话。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4节，保罗嘛咧讲，因为所引的是从这个灵出来的哈，石盘啊石盘哈啊，迄个石盘就是基督哈。伊讲真清楚，这个石盘就是基督哦。所以伫咱倒转来拄则我咧讲迄个出埃及记17章甲约翰福音遮的，这个就是咧讲耶稣基督。伫伊的身上会出活水，伫伊的身上，咱会通得到保护。伊是咱的盾牌，是咱的冠带。四篇常常有安尼字出来吼。再来，伊是咱稳固的基础。马太福音第7章24节，耶稣甲门徒啊，遮个军队人，你讲，你若听到我的话去行的人，这就是一个聪明的人。伊甲伊的厝起伫迄个石盘的顶端。这也是头起先牧师咧讲，有3种咧了解教会起伫即个石盘顶的原因之一，就是咱的改革宗的了解，就是迄个信仰个别。信仰个别是咱的教会的基础。你是基督永生上帝囝，这是上帝的话哦。咱的教会必须爱起坐伫上帝话，毋但是伫上帝话尔，佮爱去实践。所以拄着雨水啦、水来冲啦、风啦、吹啦，拢袂去影响着。意思讲，当咱伫安尼稳固的基础顶悬来起做信心，去做教会，无论拄着甚物款的困难关，咱拢袂去摇拽然后后壁你若讲无起做伫即个上帝话顶悬，咱就会去摇拽。咱有可能会倒去。这个石盘是人的瓦壳啦，以赛亚书51章提到着亚伯拉罕，上帝伫伊上孤单的时阵来呼召伊。以赛亚书内底足清楚甲咱讲着，伊受呼召的时阵，伊是孤单的伊是孤单的。伊经文内底甲咱讲，伊是孤单。到底这个孤单是啥物意思？第2节你看，恁想看恁的祖公亚伯拉罕甲是恁的撒拉，因为伊孤单一人的时阵，这个圣经介绍毋对呢亚伯拉罕甲撒拉是复数，咱会讲孤单一人。其实伊咧讲的毋是迄种形式上的人的即种孤单。是伫伊的信心顶悬，伊无有仰望的时阵，无有仰望的时阵，咱看无共款的这个经文好啊，本讲独自一人的时候，独自一人的时候，这个现代中英日本甲咱讲较清楚啊，就是他没有儿子的时候，没有儿子甲孤单一人有什么关系？伊有某啊，对不对？是安怎没有儿子叫做独自一人？是安怎圣经伊会安尼来写啦咱注意来看，伫因的背景、因的文化，是毋是台湾人伫早前几年前，佫有即种的真强烈的想法，是讲无囝袂使娶某就是要生囝安尼所以咱台湾有足侪迄种外籍的新年就是要带来佫传后代安尼所以伫亚伯拉罕的身上是咧讲着，伊无感觉无帮衬，伊无囝，伊无法度有好的社会关系，伊受人轻视，伊无能为力，伊单独咧面对苦难。其实以赛亚所咧讲的是即个物件，这嘛是事实，就是讲，当创世纪11章、12章，咱看见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阵，迄个经文中间。强调一项代志，讲伊无囝，所以咱看伫整个的亚伯拉罕的军队上帝骹步的时阵，上帝互伊2个应允，啥物话？第一个应允是后代，对无？第二个应允是土地，要成立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有土地无后代，嘛无法度成国家啦所以这对伊来讲是真重要，迄是一个仰望。以赛亚句亚伯拉罕的咧，是要来甲这受掠以色列人讲：恁毋通灰心丧志，恁毋通艰苦心，
因为上帝已经安慰錫安甲錫安一切的趴远的所在。用白话来讲，就是讲你毋通掠做讲你伫苦难的中间，你真孤单啦。因为上帝是你的石盘，咱是伊的教会，咱倚靠伊就袂跌到摇动。落大雨嘛无要紧，水淹嘛无要紧，咱这起倒伫即个上帝石盘，也是讲石盘顶的上帝教会，是袂起予摇动的。因为上帝是咱的石盘。是咱的倚靠，是咱的关台。哦，关台意思是啥？是一个僻难的所在，咱拄则伫诗篇18篇的所在有看到第2节。啊，伫迄个真悬的即个壁山壁顶悬的修道院，山顶的城堡，也是讲无需要用Amazon 的即个原住民。因咧用吊床，互咱看啦吼。咱要看个即个图片无吼？为什么要去伫遮？毋是食饱伤闲呢？就是讲要去你甲讲的人真困难啦吼，真困难。哦，咱就看讲即个修道院，要去哩嘛真困难，要落来真困难，所以就会伫遐安静。我想教会灵修会上好办伫遐，拢袂黑白走吼。哦，即个城堡去伫即个山岩的顶悬。要讲真歹讲，咱知影过去足侪个城堡就是安尼，飞机也未发明进前，伊遐是上好诶。用安尼来形容迄个上帝保守，是用伊诶手甲咱踏悬悬离开迄个危险。所以即个经文嘛安尼甲咱讲啦咱上帝是帮衬咱诶甲咱伫迄个放伫迄个石头顶悬。我毋知咱捌看过这无这是 Amazon 这原住民因的咧困的方式，因已经伫遐吊开。即摆人是若去露营啦，咧享受才用迄个吊床。但是你知影，这是因的生活。为什么因爱吊伫即个树仔中间离开土骹无？有一个真重要原因啦因为暗时拢有一寡动物，甚至有蛇会出现。因安尼吊起来上界无袂去互这动物一个就甲伊烧过伊的身躯，所以你若去这个原住民的部落的中间，你所看的因无有啥物通好困伫咧土骹，因一定是用两支条吊足侪吊床伫遐这个是这是已经发展到观光的地步有足侪人去嘛是学因安尼咧困。所以，伫遮咧讲的意思是讲，上帝是迄个石盘，是咱的关台，是咱的保护，互咱来离开迄个困难去做伫石盘顶的教会，咱来思考的是讲，今仔日咱的孤单到底是啥物货？阿伯拉罕的孤单是因为无后代、无囝，伊的危机是伊的社会认同无够，伊互人看轻。伊无法度伫伊的故乡来生存，所以上帝甲伊呼召，互伊出来，互伊有望。上帝要带伊去倒，伊嘛毋知影。我想共款，咱明仔载会安怎，咱嘛毋知影。但是咱若准有阿伯拉罕的信心，咱就袂互即个孤单来甲咱围累，袂互咱的危机来甲咱拍倒。到底咱的困境是啥物货？可能第一个，咱会想到即马所面对的武汉的肺炎即个代志，全球安尼2000几万人已经确诊的即个情形，到底即个疫苗当时要出来，即个疫苗有效无？有效的偌久？即个肺炎会当时会无去？咱当时会当恢复正常？咱拢无法度知影，对未知的将来，咱拢有足侪的烦恼，有可能咱毋知影要安怎，咱就伫遐感觉讲，可能有人会喊休啦上帝啊，你伫倒位啊？我需要你的时阵，哪无看到你啊？你互遮侪人着病，互遮侪人死去，到底你的意思是啥物？咱可能会有真侪人会安尼来祈祷。
过来咧，咱无法度有实体的礼拜，咱无法度有实体的礼拜，咱开始爱改变咱对礼拜、对教会的看法甲认同。啊，即个有可能影响将来教会的存在甲组成啊无？我相信会影响吼，我相信会影响。啊，亲像我有一个台湾的长老教会，已经伫即几个月中间已经换3个牧师啊，啊只好有用 online， 有诶对加拿大去甲伊帮忙诶，啊最近一个是对台湾啊用 online 方式来甲伊帮忙。因无法度有真实体诶礼拜中间，牧师嘛无在条去，这是所拄着诶问题。再来对教会认同开始有危机啊，开始有危机啊。咱会当看伊讲有真侪人，即摆online真方便，所以伊就到处游览，四界行。倒位是伊诶教会，伊感觉讲啊，那个不重要了，那个不重要了。有一寡咧做joint service 的教会，有一寡信徒开始对教会认同产生问题，甚至对家己的牧师的认同嘛有问题，对家己的长职的认同嘛开始有问题。迄个降低，迄个认同。过来，咱对礼拜的认知，对礼拜的认知也开始会无共款，开始无共款。开放了后，咱是毋是还阁有迄个热切？要倒转来做伙做礼拜，我想这咱爱自我来提醒。我想这拢是咱真重要爱去思考的代志。咱是起坐伫石盘顶的教会，这个过渡时期帮助咱重新来思考咱甲上帝的关系，咱所拄着的艰难，咱要安怎来认同咱家己的教会，甲咱彼此的关系，甲咱彼此甲上帝的结连，我想这是真严肃的一个问题，互咱来思考。咱是毋是因为安尼就要受拍倒，还是讲咱会更较坚强的结连做伙，行做一个真坚固石盘顶的教会，彼此的结连，甲上帝的结连，咱做来祈祷。主比太头我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以赛亚对以色列百姓，因受了后，因的烦恼，因的犹豫，因的困难，因所面对的孤单，阮也来思考阮家己所面对这种种的困难。阮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伫这个信仰的坚固顶悬，无因为这个疫情来受到影响。互阮的信心，亲像你的教会起坐伫这个石盘，就是主你家己做阮的基础顶悬。互阮彼此的结连会通更较密，互阮甲你的结连也无因为安尼来疏离。主求你来帮助阮。也帮助正教会兄弟姊妹，伫即个中间，阮重新思考的时阵，求主你用你的圣神的智慧来帮助阮，互阮会通更较亲密来结连你，亲像阿伯拉罕结连你共款，伊安尼紧紧来跟对你，无有离开，伊遮尔啊有坚定的信心来倚靠你的时阵，主你会大大福气一手是伫伊的顶悬。主，阮也相信，安尼福分也常时要伫阮的中间。阮将阮的兄弟姊妹交托伫个手中，也将阮的教会交托伫个手中。主你亲自来开启，亲自来带领。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咱即时过来同心合乐，感谢上帝诶对咱一切的祝福。圣诗461首，圣诗461首，我的信心若无定。第461首，我的信心若无定。
是咱奉献，咱要用奉献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祝福。这是咱要来敬奉献的诗。请即时当心压头来祈祷。耶和华，我的爸啊，你已经捌我、监察我，阮这个时、遐个时，你拢知。你对远的所在，就深知阮的念头，阮一切所行的，拢深知。阮嘴所讲的，无一句你毋知。主啊，阮感谢你，你伫阮的前后为阮平安，搁拿手伫阮的头壳顶来束我。你会知你的意思真明白，无法度即个，阮只有我靠你，我分开你，脱离歹人的话，甲有反对，互歹人含到伊家己的无，这是我写主的主安一切，阮奉献担保，愿主欢喜来切。阮的感恩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阿门。那书来关怀甲事工报告。好，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咱有20-30位的所在底火烧啦吼。咱知影最近天气真严重，这是咱加州啦吼。咱为着这来祈祷，也为着这个疫情来祈祷吼。另外欢喜的代志吼，咱的 David 甲 Vicky 因的后生 Michael 吼，上礼拜六来订婚吼，这个因的未来新妇叫做 Lauren Khan 吼，咱来恭喜因，愿上帝赐福因，为着因祈祷啦吼。咱卫生局是加州已经脱离讲，咱22号脱离这个观察名单啦吼。2礼拜了，可能会搁进一步的公告甲命令，咱也为着这个祈祷吼。教会什么时阵会当倒转去？咱会密切来注意，会甲通知啦吼。自讲的报告共款，咱搁继续用这个网络来进行。奉献，请咱支票写CFO 的 title， 然后看是要寄到教会，还是要寄互主的长老，拢会使吼。咱感谢洪明兄，咱这个地板咧修理的时阵有用歹这个sprinkle 啦吼，对咱修理好势吼。过来拜五，咱要查考地道书的第2章吼。我有寄即个消息互咱，甲有迄个附件吼，就是北美教协伊的年会甲即个神学研究的即个灵修会，要伫今年的10月12到14，当然嘛共款。过去是 physical 吼，有台湾的团体飞来美国是加拿大这边才来参加吼。
今年就是无法度，所以会用网络吼。当然主题嘛会讲到即个遮啦吼，主题甲这有关系啦吼。邀请到3位的即个讲师啦吼。我想咱遮家己来看即个简章就好啦吼。是即个你会当去即个网站吼，即个 TCCCNA 吼 ，TCCCNA.org， 咱会当去遐来报名，还是讲去了解吼。好，今礼拜会出席21个人，即个拜五的查经13个人，奉献是1900块，有即个感谢奉献的名单伫遮，咱遮家己看吼。好。这是后礼拜的讲道的资料吼，服侍的名单伫遮，说的是即个后礼拜的服侍的人，后礼拜是8月30，好，来。就是咱来读今日的金句，是记载伫诗篇138章第7节，咱请人大家来同齐讲两解，读两解。我虽然行伫患难中。你要互我活，我会对得起。你要伸手来抵挡伊，你的正手也要救我。我虽然行伫患难中，你要互我活，我会对得起。你要伸手来抵挡伊，你的正手也要救我。诗篇138篇第7节。这是咱要来吟刷变上营510首，献俄罗天顶主宰，吟诗刷，请牧师为咱祝祷。第510首，俄罗天顶主宰。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主，阮感谢你，互阮有这个福分自执，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来保守阮，互阮会通赢过这的困难，甲这歹的权势。愿主的平安甲咱三甲伫地，对积叠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牧道。咱今日礼拜到遮吼，我要甲土point关起来吼，咱会当来开咱的这个camera 加声音吼。
OK。不要说。